就我跟大家印象中的藏族人可能不太一样。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在城市里面，我老家出生地是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共和县，然后我就出生在县医院里。大概2、3岁之前都在共和县上学生活，然后我爸妈就先去西宁，然后就跟着他们去了西宁，在那儿一直上到4年级，就是基本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然后每个假期大概会去寺院去学1个星期左右的藏文，然后再回来。那时候说实话，也没学到啥，也啥也不懂。但我现在觉得那时候的这种生命体验和一些记忆，在现在看来特别的珍贵。就是你那时候不能理解到那是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可能会有些理解。然后我爸我妈又去北京了，我就又被带来到北京，然后一直上到现在。很小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藏族人，这好像就是一个知识点一样。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就感觉自己是藏族人这个东西是一个标签，是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似乎是一个炫耀的资本。就别人说哇你是藏族人的时候，他们会大吃一惊，你会感到开心。然后，但有一些东西似乎不是，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有，不要轻易让别人摸你的头，不要拍你的肩膀什么的，因为这上面都有神灵在。然后所以小的时候来到北京，如果有人拍你的头，我会很生气，不要拍我的头，然后甚至会打他们。但这种东西它就不是炫耀，它像是一种尊严，但可能那时候是一种特别幼稚的尊严。再后来，藏族这个东西好像就慢慢变淡了，因为首先对自己的信仰开始质疑，信仰开始质疑之后，你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你都开始质疑，甚至有点想逃避和对抗，就开始有点唯物主义，就觉得自己是自己。就离族群的这个东西好像比较远，但会有一种孤独感和漂泊感，那种感觉又很不舒服。就是你总会回到家庭，总会遇见来自家乡的朋友和亲人，但有的时候甚至不能用母语跟他们去交流，有的时候 get 不到他们的笑点是什么，会有一种失落和不甘心。再到后来就是被抢救的一个过程，就在那1年里面，就我似乎是被硬生生的放到了那个地方，但我感觉那是命运驱使，就是我必须要回到那里，在一个我即将要完成对世界认知的一个时候，让我去到那样一个地方。首先族群其实对我并不重要，
我觉得藏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和精神，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是，既然这种文化和精神嫁接在了这样一个族群上，那你必然要保护这个族群，而且如果你是这个族群的一份子，你就有这份责任。同时，这个族群它很美好的将这些东西都吸收了，让你很自然的就是希望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你找到了根和归属。5年级看的伯格曼电影，我去资料馆看《假面》和《第七封印》，就被强行拉过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爸让我早点回来放学，我还打了半个小时篮球，被我爸臭骂了一顿，然后拉到资料馆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就我爸的一个老师，也是我现在的老师，徐峰老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戏的，他就说你应该是看伯格曼年龄最小的。然后后来就还真的挺喜欢他的。你看过那个那叫什么？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莫名其妙的，我竟然，我也是初中看的吧，初中还是高一，我就特别的理解那里面的人，那2个男女在干什么。对，然后我就见了那一次说你应该是最小的看伯格曼的那个老师，跟他分享了我的经验，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把我直观的感受告诉他了。他说，那我也挺吃惊的。他说你说的挺对的。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就是意识到自己似乎对这种深层的东西比较敏锐。就我觉得我拍那个纪录片有一种猎奇的成分，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展现一个藏族人是怎么拍电影的，因为大家可能想知道，可能在初始的这种出发点上有这种猎奇的东西，但其实拍着拍着，就是还是想去探讨我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因为我也是那时候刚进入电影学院，而且我那时候也找到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归属感不久，也就几年吧。所以在想自己既然有了这种归属感，有了这种想要去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这种精神也好的这种意识之后，那我应该怎么创作？那我身边的这些藏族人，他们应该怎么创作？所以就拍了。就我觉得出发的目的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我们这一代藏族年轻人应该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跟我爸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来拍我吧。他说你就拿气球第一次公映的这个事情为主体去拍我，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如果能把他的想法，他的这些历程，包括说现在面临的困境，都能展现出来的话，我觉得能给我们这些新一代藏族年轻人一个去思考和反思的机会，去真正看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创作，而我们又应该怎么创作。就松弛很重要。你如果真的松弛了，我觉得你能把表达和
自我个体结合在一起，但是你这个自我个体里，它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带入你的这种族群的东西，所以可能族群不重要，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想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想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因为你的生命体验它本来就是客观的去展现了某一段族群的一些历史，对，你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呈现某一段历史，而且很多时候你并不能拍好，就是你如果想去刻意的展现那些东西，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我的东西都应该是在讨论我自己，所以必然就会讨论到我的民族。我现在挺想拍我的童年的，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些，但我最想拍的就是我刚来北京的那一段生活。其实我想拍个3部曲，但可能有点，对，刚来北京，然后回到那个1年，再回来，就是这三段时间。对，我想每一段时间拍一个片子。其实说白了，我觉得拍电影就是在拍自己。拍电影之前，先得把自己想明白了，可能你拍出来的东西才是能够达到那种真实，那种最自然、最巧妙的东西。所以我的电影观就是先搞懂自己，再拍电影，或者说一边拍电影一边搞懂自己，就是这样。